好，安，人间平安。观众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真欢喜。咱的年还未过了对无？你看迄个今仔是啥物？今仔听讲是啥物？情情人节。人节是安怎讲？情人节安怎讲？无台语吼，台语无即嗯，种。哎呀，爱你看我的人的节，身躯，做者爱心，或者我的学生互我的4岁学生，伊已经会晓过情人节。因透早来吼，就甲迄一大堆迄心爱心的贴纸，咩啊讲，吼，就会分互每一个人，逐个人拢爱一张安尼。所以咱有一个情人吼，是一个永远袂变心的情人，对无？老师，咱有一个吼，咱有共同的情人哦，大家约看觅是啥物人吼。好，来即个咱今仔要来讲的即个情人，伊呢，诶，掠风，就是讲掠风散影，嘿，这做歹读的，所以老师爱读。掠风散影，散影。嘿对，就是讲虽然这20冬吼，咱想做辛苦的对无？咱今仔要来看即个雅国的20冬是安怎过吼，但是伊其实上帝拢伫诶吼。啊，有人来啊吼！哎，平安，你好，明辉弟兄啊，共同的情人，哎，对，袂歹，哎，100分会当送礼物吼，巧克力1粒，晚上好，好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咧看到大家吼，好，所以今仔日足精彩哦，有老师有足侪内容要甲大家分享吼，讲到即个，嘿。这个这个咱前礼拜有讲到哪班的逃走啊，啊逃走就有人去，毋是啊，雅国逃走啊，有人甲哪班讲咱看圣经创世纪31章22节，到第3日，就是雅国逃走以后到第3日，有人甲哪班讲雅国逃走去啊，这是第3日。下班甲接到消息，讲雅国走去啊，伊就带伊的兄弟做伙去约，经过7日的路程，来到基列山，才约着。约着伊是要创啥？伊遐尼辛苦约7日，是为虾米原因？就是要甲伊的财产讨落转，对伊的羊群可能要甲扣留。无定着伊2个查某囝有哪甲扣留，那恁雅国就拢无啊吼。咱看29节，伊讲我的手本有力通害你，伊的武力有够遐通害雅国啦。独独恁老爸的上帝昨暝甲我讲，你着小心，毋通甲雅国讲好讲歹。警告伊啊，讲袂使对雅国下手。所以即个什物丈人对无吼？还是占怎么讲？占领诶对无？伊甲伊讲做工20冬，啥物拢无爱互伊吼。拄着2个着爱着，当然伊着爱辩解啊。了着啦，要安怎？咱看雅国诶辩解哦，即个所在我直接要读圣经哦，因为即段圣经足水，我是不时拢爱看。因为伊用诶台语拢足水，你读着感觉讲足好听咧。所以咱咧讲学台语免哪学，我看教科书内底拢讲一寡什物念歌诶啦，什物火金歌啦，什物还是讲白灵诗拢是讲迄类诶。你讲迄类哪像袂进步，台语袂进步，听着也无好听。你若读圣经，你今仔日来看一段圣经，你就知影，你着较爱看台语圣经哦。30哦，我甲你住即20年，你的绵羊母、山羊母毋捌有肉体，你羊群中的羊羔，我毋捌食。咱讲羊叫做公羊嘛吼，其实是爱讲牛犅吼。牛犅。牛讲牛讲牛就牛犅羊，讲羊就是讲羊犅。来39节，
互遐受伤害诶，我无带来互你。我本身职业，无论日时受偷、暝时受偷，你拢对我讨赔。即个头家真迄落嘿吼，暗时吼暝时受偷诶，还是讲日时受偷诶，拢总爱赔诶，就对啊。拢讲外国家己爱赔。伊毋敢食，佫无落胎，来佫20档拢毋捌食伊诶羊肝。羊肝哦。来第40节，我日时互日拍，暝时互算档，拢袂顾得困。我常常是安尼。即句诚水，即句观众朋友爱读2摆。我日时互日拍，吼，来暝时互暝时互算档，拢袂顾得困。拢袂顾得困哦。我常常是安尼。就是拢无困，家己做工20档安尼啊吼。日时迄是日无变音，时读低音吼。日时互日拍，暝时互算档，拢袂顾得困。我常常是安尼。来继续伊安怎讲呢？国诶辩解啊，来讲41节讲，我这20年伫你诶家，为着你2个查某囝，甲你做工14年，为着你诶羊群6年，你10摆改换我诶工钱。42节哦。这伫现代会去用告对无吼？改工钱10摆。来42节，若毋是有我诶爸上帝，就是阿伯拉罕诶上帝，佫是以撒所敬畏诶，甲我伫咧，你当稳当互我空手去。真正诶。上帝看见我诶苦情，甲我诶落落，才伫昨暝责备你。你看是毋是伊诶辩解讲了真水气？真正诶，对。佫用诶词拢真水吼。比如讲你42节吼，若毋是上帝甲我伫咧，你当稳当互我空手去。你现在可能会互我空手倒转去，就是迄个意思啊。现在用当有若是台湾话做标配诶台湾话。当稳当。要学台湾话，应该爱来读圣经。对，即本迄个爱即句爱读3遍安尼，就趁着啊，对无吼？我就是安尼做爱读圣经诶，因为伫遮地当看见讲台湾话会水。后来咱个过去看觅，过去张是地图。咱讲拄则吼，咱就讲老板有约7日久嘛吼。7日，为遮开始约着，伫差不多伫迄个米苏巴大约伫迄个所在就约着啦。约着以后，当然2个人就讲讲，2个人伊就辩解，辩解感觉讲安尼，老板来听讲安尼有理老板有哪知影讲雅国将来一定会有足有发展诶，因为雅国是一个有上帝祝福诶人，过伊诶手逐项拢真好。比如讲，伊要讲羊有斑诶，有粉诶，就互雅国生出来羊仔囝都拢有斑有粉。伊就知影讲上帝甲雅国伫咧，伊知影讲上帝会祝福雅国，所以伊就甲雅国来立约，讲你会互诶，讲你以后若发达，你以后毋通倒转来找我报仇啦，因为我会使甲你欺负20档。伊嘛知影家己迄落吼。伊嘛知影讲伊安尼做。坏老板。10摆共改换工资，就是讲伊本来甲伊讲好啊，若有花色诶羊仔拢是雅国诶。后来讲生出来羊仔拢是有花色，就后悔啦。伊就讲，伊就后悔讲，毋好哦，爱有条纹，就是讲条痕诶，迄痕一条一条诶，甲有算一点一点诶无算。佮后来生出来羊仔拢一条一条，我安尼就袂使讲，安尼袂使，改一个一点一点诶，甲算你诶，剩诶拢我。结果后来生出来拢一点一条，伊就安尼10摆改换。所以伫基列山哦，基列山就伫遐立约，就讲咱2个来立约啦吼，讲对遮为止，你袂使过来我即边，我袂当过你迄边。
你将来发达你也毋通转来遮，互我保守。即个你敢知？即款的契约就是即款的入约以后，4清当拢有效啊！你敢知影？4清当到今仔日还阁有效。尼哦。因为即个基列山今仔日的名叫做戈兰啊，即戈兰高地，戈兰高地有无？是，就是即个战争的时阵，以色列的军队有拍叙利亚到，甲戈兰高地全部拢占过来。后来以色列个行伊，以色列就是雅各啊，雅各个行，佮甲迄个戈兰高地行伊一部，就是讲因入约个，等于是因入约个所在来分开，即边你的，即边我的。是安尼，田无够，水无流，无上来哦。是。来咱基列山入约4千年有效，就是讲到今仔日，为什么以色列征用伊，着甲迄块土地献伊？伊战争的时甲叙利亚拢占过来，因为伊占领叙利亚投降啊。伊着后来讲的条件，佮行伊，就是有哪有一个关系啊吼。若班咱看遮吼，若班记着拿福的上帝来救抓。在入约的时阵啊，入约的时阵，伊就记着拿福的上帝。雅各呢记着以撒所敬畏的上帝来救抓。那安尼吼，即两个上帝本来是拢共一个，拢是耶和华啦。对。因为拿福甲亚伯拉罕是兄弟啊嘛。咱佮看吼，伊即摆吼，咱知影拿福吼诶后裔，就是拉班即边，已经慢慢咧变质。安怎讲变质呢？已经无听耶和华诶话，伊敢若有耶和华迄个名，毋过毋听伊诶话。咱看讲，雅各要走出来是迄个列结有头地诶偶像。有无头地拉班的偶像？咱就知影讲，因是咧拜偶像，因并无拜迄个看袂到的上帝。所以因有变质去，因所记的上帝无共款，所以雅各即边所救出来是永远有效啦。列班是随时会使变，今仔日讲明仔就会使变。咱看伊10摆改换工资就知影。所以两个上帝已经无共款，但是迄个真正的上帝是我的。列班所讲的迄个上帝已经死，因为无甲伊别的地方已经是死的，所以雅各的上帝有祝福伊，有不时甲伊看顾。你看雅各拄着危险，列班要来甲伊抢的时阵，就甲伊上帝搁甲伊托梦，对无吼？来，咱31正月47阵吼，列班甲伊号名叫做下名叫做伊甲尼撒卡多卡。多卡。撒卡多，迄就是讲阿兰语吼，足歹读的吼。就是讲意思就是讲，用石堆、用石头来做证据的意思啦。雅各呢，迄是用阿兰语吼。列班是用因的语言来讲，雅各是用希伯来文来讲。雅各吼，甲迄个名叫做加瑞特。其实加瑞特甲顶悬的伊加尼撒卡多塔，拢是共款意思啦。一个是阿兰话，一个是希伯来话。大家人讲家己的话，所以我即摆为什么你伫讲台湾话？伫台湾就是讲台湾话。你伫泰国就是讲泰国话，你来泰国人，你就讲泰国话，迄是正当的代志啦。对，足侪泰国人袂晓写泰国话，袂晓看，袂晓读吼。毋过你住伫遐，你是属台湾人，你可能爱讲台湾话。掠风沙影的人生，就是讲雅各吼，伫遐有侪方法。你看第一点，列班
会当讲快速行军啦，七日甲对着外国。因为一个人啊，对哦是家己兄弟，就是讲一个军队来哦，是有够个通甲外国消灭的哦吼。啊，上帝就出面警告。啊，来第二点啦，以色有带400人来报仇吼，外国就要失去所有的甚至个性命。啊，伊个作一摆，你看外国吼，伊想讲，伊就是用迄个杨树啦、杏树的树枝，甲伊剥开。插伫水里，安尼，互迄个羊仔交配时就生有斑有点的，这毋是真诶啦。伊靠家己诶聪明，对吧？这是外国诶方法，但是上帝诶方法毋是安尼啦。咱来看，咱慢慢啊，你就会看到上帝诶方法是安怎甲伊教。外国诶方法是无效诶啦。哦，你看，伊若讲安尼有效，生出来是有条纹诶。有份诶样啊！啊，若个是安怎个会老板解说讲有点诶，甲有算诶是啊，样啊，就拢变成生做有点诶。哦，迄都是上帝诶出手，毋是伊诶办法啦，毋是伊诶熬啦。是，其实是上帝咧决定诶，对无吼？你人安怎迄个拢无效安尼。所以咱讲疗方三样，就是讲伊做努力遐尼久诶时间，拢是假诶啦。拢是无需要。20档，只要了了上帝就好。咱要来问观众朋友哦，你若是外国，你敢会互人骗安尼20档继续做吼？咱来看以色带400人哦。当然啦，外国家己诶方法就是讲，较紧派人去探听因两个诶代志。是。啊，就派人先出去哦，先走去南边去探听因两个诶代志。啊，所找诶人倒来甲外国讲，倒来外国遐讲哦，讲阮到你诶兄以色遐，伊拄倒来要赢一哩，阁有400人甲伊来。哦，因两个带400人要来创啥？当然要战争嘛，要小战嘛。是吗？啊无伊带400个，要创啥？一两个就够个啊，拢400。你来甲伊炫耀讲我有足侪人诶。啊是讲要来报仇啦，因为伊本来就是讲要杀死小弟诶。对啊。不管伊安怎想啦，总是外国哦，看到400人就惊甲皮皮喘。真正。外国第7集，外国就大惊个八百。八百就是讲艰苦心啦。哦，跟伊想迄日本人迄个吼，梗是拢会800对无？日本人诶叫做伊要自杀叫做700，甲伊诶腹肚切开，因为自杀诶方法。800是足艰苦心。是哦，将遐个甲伊三甲地地诶人，甲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做2队，其实毋行2队，分做一队。啊，然后呢，甲一队一队出发。伊讲吼，最后一集你看吼，特别在讲，以色若来攻击即队，剩诶迄队夭寿得走。伊分做足一队哦，伊有设计甲做好势。真正。讲头前迄队较无重要诶，较无重要做头前，较重要诶，啊来一队一队排，啊若拢无法度，伊诶某囝你看，拢安尼慢慢啊排到上煞尾。煞尾伊甲留伫上煞尾吼。这咱后礼拜会讲对无吼？讲伊安怎排诶吼？啊，啥物人互伊排？看伊诶，这是外国诶办法，但是伊诶办法无路用啦。因为上帝有教一个更较好诶方法，迄个方法后礼拜甲你讲。是，所以下礼拜也是足精彩吼，也讲着佫有转变伊人生诶一个大代志吼。所以吼，观众朋友，顶礼拜咱毋是有问讲，你若是外国啊吼，你敢会选择迄个娶死诶某安尼啊吼？啊，有一个朋友伊就讲吼，伊袂呢，伊可能吼娶2啊就好，一个就好啊吼安尼，啊来后壁遐个毋免娶，可能就无遮个问题对无吼？但是伊就讲，安尼就无12个囝吗？还是伊要生12个支派吼？真好耍诶问题吼。
其实上帝拢知影吼，但是上帝一直容忍对吧吼，一直安尼吞忍。因为其实上帝了解咱啊，咱有几支头毛伊拢算过啊，所以伊拢不是甲咱直的，伊知影咱的需要。你若骗了上帝，就得到所有的物件。你有厝车，有足济某拢无效。嘿对，无毋对，啊这时间无够，即个人。即个讲时间无个真正好嘛吼，愈讲愈煞开吼，就想要甲大家搁继续讲吼。所以大家观众朋友，你若有喜爱咱的节目，欢迎你甲阮斗宣传吼，啊来分享互会晓讲台语的人听吼。啊，后礼拜一下暗，每礼拜一的下暗吼，阮伫台湾8点10分，泰国7点10分，做伙来讲台语吼，嘛就真欢喜，咱看台南信教会老师，还有泰国的科莫基金会吼，做伙主持的这个节目啊，真欢喜，今仔日大家来庆祝情人节对无？祝大家吼情人拢欢喜，啊咧堪上帝来认捌咱的这个大情人，吼，这个情人是。永远袂变心，而且对咱拢做了解吼，愈来愈好诶吼。好嘞，拜拜。好，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，再会。